40减20，容颜依旧。那它的抗衰思路就很值得我们普通人去借鉴。首先，面中部的衰老是一个难题，大多数人在年龄增加之后会出现裹裹下垂、颧骨处肉肉堆积、面中断层、发被清扯出来。然而，你看它裹它也是饱满紧致向上走的，肉肉呢牢牢待在它该在的那个位置上。很多人可能认为它一定是苹果上做了文章，但恰恰它不是这里，而是外眼眶骨。苹果的加法只会给动态表情区增加一些负担，加速下垂，而外眼眶骨静态区域的收紧，还会给我们的面中强有力的一个勾挂。就好像他们年轻的时候，面中饱满，皆是因为眼眶外缘的胶原充足。其实它变美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位置的变化。那面部平整度到底如何调整？那就是做童颜光微提升，把原本下垂的苹果肌提升上去，法令纹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而它的优势就在于中下面部的骨量是充足的，与颧弓的这个宽度相匹配的下颌骨，铸就了它面部强大的一个支撑力。清晰的下颌拐点，还有长度适中的下颌，2点连成一条线，构成了下颌线的一个有力支撑。再结合皮肉部分的常年收缩，下颌线自然就容易保持清晰。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薛凯琪的少女感可不是我们现在当下网络盛行的那种幼态，她的满40减20更偏向于浑然天成的一种少女感。如果你对变美不知怎么做，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看到了都会一一回复。